要害羞，漂亮，掌声鼓励！原住民的孩子就是这么勇敢。舞台算什么？大舞台给你，姐姐，姐姐，姐姐，你不要跳，不要跳。快点下来，你们！原来他们这么年轻哦！前面一点，前面一点哦，头部看不到，头部看不到。好，我们在这里邀请海洋艺术团一定会的全场最会的就是海洋，再过来是水源的这两个团体邀你们来跳舞，来，没有你们哦，这个舞就跳不下去了。腰比成腰啊，看到没有？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子。海洋，你哦。水源的，再来，我们在部落跳的那个拿出来了。漂亮，这个算自由舞哈，跳自己的就好了。他们漂亮，你看 TVBS 的摄影机都已经来到现场了，看到没有哈？它还是无限的啊！国防部的要不要下来跳？你们只会拿枪哦，保护我们哦！加油加油！看到没有？水源部落的还有海洋老师，那个音乐不要给他断档呀，你10分钟了呀。那么，耶！